立法院三读通过军人待遇条例，讲要甲这志愿役加薪水3万块，不过却无甲列入去明年的国防预算，这是引发争议。国防部长郭立雄就表示，目前行政甲立法是也无共识，希望透过实行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协商。台湾强化国防实力，明年国防预算有机会创历史新高。不过，立法院三读通过军人待遇条例，明定志愿役本薪以外，佮加3万。总统令也公告，煞无列入去预算。对此，行政院提出释宪，但是正常有真侪招募官员用加薪水来甲人请。伫社群媒体宣传，陆军要求各级清早修正佮补回，引发争议。行政跟立法部门的共识还没有形成嘛？那我们当然希望说，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大家能够来进行一个协商？就是说，将来如果你是军职的部属，那你的薪水会比文职、警职的长官还要高。郭立雄认为讲，行政甲立法无得到共识，但是在野无认同，批评总统赖清德、行政院长杜英泰带头违法，无依法行政。你没有权利去选择你爱不爱依法行政。所以你到底是有多傲慢，可以养出你今天这样子的总统跟这样子的院长？你齐头式的一加上去之后，对于国军的人力的配置跟领导统御会产生问题，好心反而做了坏事。因那美国在地协会 AIT 罕见公开 AIT 处长郭立坚甲郭立雄的会面，两人有讲有笑探讨台湾甲美国伫无对称军事器件主动的合作。郭立雄强调，甲 AIT 交流是台美军事交流的一部分。另外一方面 ，AIT 也公布郭立坚甲国民党立委会面，看起来真严肃，两张相片气氛无同，引发关注。有更多的沟通，更多的交流，使得 AIT 对于国民党的整体政策，以及呢国民党对美方的态度，不要再被误判，或者是美方有偏听的这个问题。也肯定在野党，就是承诺支持这个国防预算达到 GDP 3%的这个目标，也支持就是全社会韧性的这个建构。针对台湾的国防预算目标要达到占 GDP 3%，也要在立法院后一个会期提出特别预算。学者观察，郭立坚分别甲郭立雄、南委会面，感受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决心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